作為一個顧問，我哋點樣提供一個好嘅服務俾我哋嘅客戶呢？第一，了解客戶嘅需要。就算我哋服務再好，我哋都必須要了解咗客戶嘅需要，繼而提供方案嘅。我哋可以用以下嘅話術：喺同你會面之前，我 study 咗你嘅 social media， 你大概嘅風格唔知會唔會係咁樣呢？就算你哋嘅服務再好，你哋都唔能夠主觀地覺得客戶需要啲乜嘢㗎。第二就係摸底啦，好多時我哋製作咗個方案產品去到90%、99%，客戶一句唔啱佢咧，咁樣嘥咗大家心機，咁樣就唔好啦。所以我哋可以用一個50% version 同埋70% version 去到俾客戶知道呢個咧係我哋嘅進度嘅狀況，唔知呢個方向啱唔啱你呢？第三，不要低估客戶嘅專業。客戶從 AI 裏邊所搜集嘅資訊啦，或者佢本身對於呢個範疇嘅認知咧，往往比你嘅理解為高㗎。最後，大家除咗係本業你嘅專業範疇以外，你嘅服務咧必定要好。如果兩項都未如理想嘅話，記得同客戶維持一個良好嘅關係啊！